老婆，收咗工啦，而家凌晨2點3，我諗返到入上水4點幾啦。啱啱計過呢個月淨係搭車追更，跨區坐車冇咗1000幾蚊。有個同事頂唔順，尋日辭咗職，我都唔知自己頂到幾時。老婆，你估我而家喺邊？公司安排咗新宿舍啊，銅鑼灣，坐車返工20分鐘咋。你睇下呢度樓下乜都有，我行緊返公司，你睇呢頭轉彎就到。以後唔使倒塌咁早起身，唔使同人逼通宵車，放咗工仲可以慢慢食個宵夜先返宿舍，有返生活。頭先人事部阿頭打俾我，話用咗個叫優港寓嘅服務，唔使自己同地產傾，1個月費包晒水電煤同管理。佢話管理層都好開心，因為請人易咗好多，流失少咗。我而家終於有時間同你傾耐啲電話，終於有精神做好呢份工，做保安都可以有生活，唔係淨係生存。